電台嘅樂壇頒獎禮舉行記招，好多歌手都有盛裝出席，包括楊千嬅、容祖兒、古巨基、何韻詩、鄧紫棋、陳偉霆、@17等等。好多人都會選擇喺網上公開自己嘅感受同經歷，好似 William 同阿 Sa 就係一個好例子啦。而阿詩何韻詩亦利用網上平台分享自己一啲唔愉快嘅經歷啊。係過咗去嘅嘢就過咗去就由佢啦。不過即係有時我覺得係希望啲工作人員會尊重音樂人啦，因為其實即係當其時係有其中一個音響部門嘅人，咁就即係因為個時間 delay 咗，咁就叫我哋快啲落台，即係叫我哋唔好唱啦，即係唔好彩排啦咁樣。咁但係就用一啲好不禮貌嘅態度，咁跟住又叫我啲 band 即係要走，咁我就覺得你哋應該要尊重音樂人多啲咯。阿詩唔使勞氣，講到內地演出經驗啊，梗係要請教一下你嘅好朋友 Joey 啦。即係以我一個人身份同佢講啦，就話其實好多嘢都唔使咁激氣嘅，因為係咁嘅，有陣時亂起上嚟，即係會你意想唔到嘅。不過佢都仲係新，係啦，佢想去內地工作嘅經驗上前，要向你請教下嘅，俾啲意見佢得閒。OK 啦，我得閒過兩招俾佢啦。Joey 呢日就率先攞咗個網上最惡搞歌手大獎，佢更加話自己係實至名歸㗎，事關佢成日都成為被惡搞嘅目標啊嘛。最惡搞啊！最又冇好難頂，不過我覺得好勁嘅就係多次將我同一啲黑人球員比拼咯喺隔離，咁啊真係幾似嘅喎。有陣時我諗我自己如果搽黑咗塊面，個嘴又肥，隻眼又擘開，都係 OK 似。自己㗎，係啊。靚啲，靚啲，靚啲。靚把黑人。靚啲，靚啲。